各位朋友，今日教大家煮一味餸有助控制三高，材料好簡單嘅啫，分別有納豆同埋米糠，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就食得噶啦。喂，咩事啊？納豆係好嘢嚟嘅，係日本國寶級嘅健康食品，有血管清道夫之稱，而米糠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。唉，知你厭尖噶啦，所以我將呢兩樣食品合二為一，bling變成100% 日本製造天和正健日本血管通增量版 EX。我身形好似好 fit 咁啊，但係其實我血管壞指數已經去到臨界高位，之前仲不停心悸添。但係我有啲朋友仲慘啊，一 check 哇，血管塞咗成90%，要通波仔。唔想去到呢一步，我除咗話日日運動半個鐘同埋均衡飲食之外，我仲食埋佢日本血管通增量版 EX， 因為佢不含紅穀同埋2大專利通血管成分，夠晒天然。首先講下日本專利納豆酵素，佢比一般納豆素有效100倍，喺5種納豆酵素中提煉出對暢通血管最有效嘅納豆胜肽酵素。實驗證明10分鐘就可以溶解血管廢物，再配合埋日本專利米糠酵素，可以改善血流同降壓。每盒60粒，每日2粒，飽肚用暖水服用。我食過啦，心悸問題真係改善咗，而佢哋訪問過一啲真實用家，都話可以舒緩到因為血管不通而引發嘅三高、頭暈頭脹同埋手腳痹等嘅問題。如果有疑問嘅話，就記住問下你醫生嘅意見啦。記住，正視三高，血管一通，全身輕鬆。